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5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民数记第16章41节到50节，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管家。母亲节主日信息分享，牧师谈到了母亲的角色。在早期的身份证职业栏里面，都将母亲写着是家管，看起来好像是比较低阶的工作，甚至在美国的职业经历当中，将家管认定为非职业。但事实上，当一个管家，当一个家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总管家里的所有的事物，点点滴滴的，从衣食住行，甚至家中大小琐碎的事物，都必须要经手管理。事实上不是那么的简单，我们说要3头6臂才能完成的哈。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正式的管家的职业，要成为一个正式的管家，不但要接受正式的训练学校的训练，还要经过层层的考验以及面试才能被录取。而要成为一位成功的好管家，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基本上，基督徒都应该要成为一位教会或是说上帝的好管家，应该要好好管理上帝交代在我们手里的所有的事物，教会的各种聚会和活动，人们的关怀，动产及不动产之管理等等的所有的事情，这些都是基督徒所要去面对的。那么如何成为一位好管家呢？是我们的问题了哈。当然我们听过许多人都会说了，这个就按照恩赐来呀，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恩赐是上帝所赐予给予我们的，另外也透过学习去经历而获得的恩赐。我们常说，当你不愿意被主所用，当你的恩赐被你藏起来了，恩赐就会慢慢的消失，或者我们会说，上帝会将恩赐收回去的。彼得告诉基督徒们说，万事的终局就要到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因此，因为爱能够消除许多的罪过，要彼此殷勤的接待，不要埋怨。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就要照着从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谁宣讲，就得宣讲上帝的话；谁服侍，就得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好使万物都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上帝。愿荣耀和全能都归于他，世世无穷。阿们。彼得说，要照着上帝所领受的种种恩赐彼此服侍。这个恩赐是透过服侍慢慢建立的。我们先谈谈现代人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常常听人家说有素人艺术家啦，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艺术
画画啦、创作艺术的天分。但是退休之后就有机会开始学习啦，然后就慢慢发现了自己过去可能因为没有机会接触学习，所以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特别的恩赐。也听许多人说，退休后的家庭生活是斜杠再斜杠。如果在这种平常的生活里面都能够因为这样的机缘而发现新的恩赐跟能力，那么在教会的服事里更是如此，不是吗？保罗告诉他的学生信仰的儿子提摩太说，别让人小看你年轻，无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各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在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等工作上下功夫，直到我来。不要忽略了你属灵的恩赐，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的去做，让大家看出你的长进。你要谨慎自己，对你的教导也得小心，要有恒心去做这些事。这样你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你的听众。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到16节的经文。根据上述圣经的记载，牧师相信，当提摩太当初被保罗拣选来训练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位有这么多恩赐的人，但是慢慢的被建立起来的一位上帝的管家。所以保罗说，不要忽略了你的属灵恩赐，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这也是为什么保罗需要来提醒提摩太，不要小看自己年轻。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保罗告诉他说，不要以为你没有什么恩赐，所以就不服侍了。这句话现在也在跟我们讲，而是要在各方面都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摩西和亚伦受上帝的呼召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经常的一再的违背上帝的仆人摩西以及亚伦，经常的埋怨责骂他们，因此也得罪了上帝。今天的经文民数记，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民再一次的犯罪，因此遭致瘟疫横行。摩西就吩咐亚伦赶快为人民施行洁净的祭典，以熏香之祭来献给上帝，人们就得洁净，瘟疫就得停止了。看来摩西、亚伦他们尽心尽力的保护上帝所交代给他们的人民，即便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摩西和亚伦仍然尽心尽力的保护人民来努力。圣经说，上主对摩西说，离这些人远些，我就要消灭他们了。他们两个俯伏在地上，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来，把祭坛上的炭火放在里面，再放一些香在炭火上，赶快带到人民那里，为他们行洁净礼。赶快去，上主的怒气已经发作，瘟疫开始蔓延了。亚伦听从摩西的话，带着香炉跑进集结的人群中去。
他看见瘟疫已经发作，就把香放在炭火上，为人民行洁净礼，瘟疫就停止了。他站在活着和死人的中间，除了因可拉叛变死了的人不算，这次死的共有14700人。瘟疫停止后，亚伦又回到圣墓门口摩西那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矛盾的。既然是上帝的好管家，那么为什么摩西和亚伦又要违背上帝的惩罚之意呢？事实上，惩罚不是上帝的目的了哈。而摩西和亚伦的呼召是带领、照顾并教导以色列人。当然，当他们违背得罪上帝的时候，来保护他们、教导他们，为以色列人献祭，更是上帝给他们2个人的呼召。以色列人事实上也是应该要学习成为上帝的好管家，不应该永远成为被照顾者，也要成为领受呼召者。这也是基督徒应该领受的呼召，成为上帝的好管家。诗篇99篇，上主掌权，万民站立。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大地震动。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他超越天下万国，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啊，你喜爱公正，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你伸张公义，支持公道。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他神圣庄严，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他们祈求上主，他回应了。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他们服从他所颁赐的法律诫命。上主我们的上帝啊，你答应你的子民，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但是你指示他们，你是宽恕的上帝。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领受新的呼召，学习尽心尽力尽意的服事，成为一位上帝眼中的好管家，荣耀主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